来，用课啊。来，这物件吼，是我顶礼拜上，你讲啊？这应该是理化电磁学啊。这个我也是翻箱倒柜出来的。前天带那个主任的理化课，就你们隔壁班还有4班吧。不然好久没上理化了。看家唔看看那老师，你要让我们全班被接受空的哈。对。中空哈，中空对不对？这只球哈，会看好哦。哇！对，哇！好神奇哦！这内底是4度空间哦。这球类哈，来验证都没有东西，对不对？都没有东西哈，就是一个环哦。什么环？哇！要搞哦！再看一下，你从上面看下去，证明它没有这颗球没有不见。本来就没不见啊！可以暂时移开。老师是要拿相机过来。我等你过一下来，你看他有东西。哇！来，叫我您看。这不是魔术啦，哈，这科学啦，这是科学啦。这还有一种玩法，不过真的有点像魔术，对，这是纯铜，这是纯铜，接下来应该知影啥吧？有牡丹。哇操！它是蛮强的磁铁它是蛮强的磁铁。这个原理哈，国中已经把这个解释这个原理去掉了。我简单讲一下啦，它原理的名称叫冷次定律。以前的国中有，旧教材有，现在已经去掉了。没影响。我们知道哈，好啦，上课啊。对哦，好啦。电流会产生磁场，磁场的变化也会产生电流，不是磁场会产生电流，是磁场的变化产生电流。这你们快要学到了因为你们已经开始上到静电流，接下来电流的磁效应就是讲电流产生磁场。接下来你们讲到磁场的时候，磁场的变化产生电流，前面是马达，后面是发电机，它是一个可逆的反应，也就会互相生成。电磁波就是磁场跟电场之间一直变换，然后形成电磁波传出去。
好，这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是环，一个磁铁，我画清楚一点，把 NS 几画出来。一个磁铁从上面掉下来，就有磁场变化。这个磁场变化会在这个环上面产生一个电流，这个电流又会产生一个磁场。冷式定律就告诉我们，这个电流还有它产生磁场的方向，它会讲，它就是对抗变化，它永远是对抗外来的变化。所以为什么它会变慢？就是它踩了刹车，所以它产生的磁场方向就会变成上面是 N 极，因为 N 跟 N 会互相排斥，所以上面掉下来的时候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其实中间那个铜环它产生了电流，这个电流磁场就是用来对抗上面掉下来这个磁铁，也就是让它阻止它落下。可是，一旦这个磁铁过这个环的时候，这磁铁过这个环的时候，它还是阻止它。可是这个要怎么阻止它？现在要离开了，对不对？它就要把它拉住，不让它走。也就是你来，我推着不让你来；等你要走的，我又拉住不让你走。大自然就是这样子，这很简单，能量不会无中生有，所以我一定是阻止你。我如果给你加速，我变成无中生有产生了一个能量了，所以当它下去的时候会反过来，下面是产 N 极会变成在下面，因为 N 跟 S 会互相吸引，所以它会把它拉住。所以你这个磁铁如果来回，因为它是通过而已，如果它是来回的运动，自然这边就会产生我们所谓的交流电。我如果把它传出去，它就变成发电机的原理。啊，重点是，你有没有在挂追？我当初买这个的时候，为了怕，这不是学校的，这是花我自己的钱买的，很久了。我为了自己的安危着想，我在报账的时候把它报1/10而已，这个3000多，这个3000多，现在有一阵子了啊，但是刚买来的时候哈，因为这是纯铜，所以它是非常亮的。我现在如果拿那个铜油再把它擦一擦，它会恢复亮度。不过铜这东西因为会氧化，所以放久它表面会也翻欧啦。它还有另外一组，因为这只要是金属就可以了，所以它卖的另外一组是铝的，而且铝的它环有2个哦，球只有1个，环有2个，结果它2个环才2000多。铝比较便宜啦，铝在我们地壳里面含量比较丰富，铜这东西又比较贵。对我来讲吼，这理化老师吼，真正加开做侪钱。你也要家己买这种教材吼，迄甲别科的老师无共。你用真正爱家己去开。所以我虽然不是理化哈，我也是拿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来，咱这礼拜后礼拜，咱甲全部结束。我们上次有问你们一个问题啊、来啊，上课啊。是其他无课本子，无嘛不要紧啦，吼。无你个专心听，我为着你也无课本，我为着要看你有专心无，我可能会问你问题。来，我们上次讲到这个，在
在北回归线上的人看到太阳的轨迹会是怎么样？东南西北，春分跟秋分的时候，在北回归线，它会看到太阳在正东升起，这是我们课本那个图。然后在天空的时候，12点在天空的时候，它是跟直角偏了23.5度。也就偏南，你的影子是立竿影子是朝北，然后黑落山的时阵，太阳下山的时候，它又回到正西，这是春分跟秋分。来，如果夏至呢？夏至的话，它中午的时候会到天顶正上方，它起来的时候是在东偏北，所以它绕是这样子，中午正好到天顶，然后呢下山又到西偏北。来，接下来冬至呢？冬至的话就变成东偏南起来，然后呢？中午的时候，什么？中午的时候会偏哪边？偏正中间啊。好了，专心听啦，不要胡扯啊。东至太阳是最偏的，来呀，几页都不知道，199页。下去的时候，西偏南，西偏南。这个太阳轨迹是北回归线上的人在各个时间点，如果他开始往南，我们不要讲那个太偏远了，比如说北极圈以内、南极圈以内，你看到的太阳根本不会下去，这个我们就不管了。我们讲的是北回归线跟南回归线这一段中间。好，当你从北回归线开始慢慢往赤道移动，你这个轨迹图会怎么变？它会开始怎么样改变？它角度会越来越小，角度会越来越小，也就是这3个环，它开始慢慢的越站越直。如果你到赤道的时候，它就全部是直的。这3个环都是垂直。如果你越过赤道，开始往南半球、往南回归线移动的时候，叶其实这3个环就开始怎样？应该猜得到吧？反向了，也就是我现在在南半球了，所以太阳的方向变成偏北。我们现在太阳如果偏是偏南。在南半球太阳的方向偏的话，它就开始偏北，开始偏北，也就这3个环，从赤道到站直，然后往南回归线开始往北倒过来，这3个点是不动的，这样大家有概念吧？好，那咱7之2。讲到这，那来看7之3。
好啦，收起来啦。来，其实咱讲日地月的相对运动，也就是太阳、地球、月球这三者相对运动，会造成什么现象？来，这里的现象，第一个，月相的变化，月相的盈亏；第二个，日食月食；第三个，潮汐。这三个都是日地月三个相对位置所引起的现象啊，所引起的现象。咱先来讲这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什么？人有。我们以前作文写那个陈腔滥调就是这样子。来问一个陷阱题：太阳照到月球的部分比例会不会改变？嘿，月亮有时候满月，有时候会半颗，有时候会没月，所以太阳照到月球的部分比例会不会改变？不会啊，不会哈，永远是1/2啊，跟地球一样。那为什么月有阴晴圆缺？那是第一眼。你看到哪个部分？你如果它亮的那半面正好正对着你，被你看到，你看到规条的满月。你若谁背面，让正面有那照到半亮，结果你是看到它暗的那一边，你又看不到啊。你又在侧面看到半颗，所以永远都照一半，但是看你看到多少比例。你如果这一半全部看到，就是满月啊，全都没看到，那就是什么？我们讲的朔啊，我们讲的朔。所以咱画这个图，咱画这个图来表示月相变化。来，这是地球、月球，太阳光从这里打过来，所以它亮的半面是哪边？它亮的半面是哪边？这半边嘛。结果你从地球是看到什么？什么都没有，这就初一。开始往这边跑，开始往这边跑的时候，还照到这半颗。这时候你这边看过去，你看到就是一半，这叫什么？一半了叫啥？半颗的月亮叫啥？条线没刻轨。上弦跟下弦嘛，上弦月跟下弦月嘛。来。怎么分辨上弦下弦？我们等一下再讲。看不到就是初一，就是新月或者叫朔。到这边的时候，整个看到，看几粒的，这个满月，阴历15，到家。看到这半粒下弦，2223，
最乖，1个月过去，阴历1个月几天？阴历1个月几天30还是到？那我好像29点多吧，反正有30有29啦。因为我们一天日子不能一天一天过，29.5啦，大约29.5啦。好，按你写一个。上弦跟下弦怎么分？你们有没有白天的时候看过月亮？有啊，会哈，白天会看到月亮哈，但是白天看到月亮绝对不会是满月。来，那来为这个图来看怎么分辨。太阳在这边，我们先有个概念哦，太阳在这边，所以你如果在这边，太阳在你头顶，这时候叫中午，这时候是12点。如果转到这边，太阳在你的背面，就半夜12点。所以在这边是几点？下山嘛，就是要转到太阳下山6点嘛。所以这边中午12点，这边6点，这边晚上12点，这边半夜凌晨6点，凌晨6点。这时间，这时钟知道哈？来，咱开一看哦，这半粒，咱先来看上弦。当你看到半颗月亮的时候，你怎么分辨它是上弦月或下弦月？会不会分？会不会分？满月不用分嘛，新月看不到也不用分嘛。来，要耳料海洋分哦。第一个，你如果知道现在的东南西北，我先问一下，为什么叫上弦下弦？这个名称是为什么这样取名字？你有没有知？这课本没写啦。他们想要叫上弦，想要叫下弦。来，听好这个定义哦，这课本没写啊，而你应该有这个疑问：为什么叫上弦跟下弦？这个名称怎么来？来，它的定义是这样：月亮落下的时候，月亮是不是在西边落下？今天月亮在西边落下的时候，这个叫宫，这个叫弦，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宫，这是弦，所以这是上弦还是下弦？弦在上面啊，所以下弦就是什么？哇，好神奇啊！这是它的定义。你想要一个上弦，想要一个下弦，落下的时候不是升起的时候。干没安呢？没啦，天文奇观呢。所以你要知道上弦是亮哪一边？亮西半部叫上弦，亮东半边叫下弦。我们从这个图可不可以看出来？可以。这东西哪一边？你人在这边，东跟西哪一边？好，你分不出来。地球怎么转？由哪边向哪边转？由西向东转，对不对？太阳从哪边落下？你现在地球这样转过来，太阳从西边落下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西，这是东。所以上弦亮哪边？
亮西边没有错吧？亮西边没有错哈。转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不要用这个东西啦，因为东西是相对位置的。地球还是自西向东转，太阳从这边升起，所以现在这边变成东，这边变成西了。所以这半颗亮哪边？亮东边了。好，这半颗亮东边了。所以你如果知道方位，你就可以判断上旋下旋。我反过来就可以说，你若不知道方位，不过你知道这摆是上旋下旋，你是不是就有看月亮就知道现在的东南西北了？所以它也可以作为黑铜筋膜上面野地来的去看月亮，知道东南西北。来，还有一个，如果你不知道东南西北，你还有一个判断的方式，看现在的时间，看时间。来，现在上弦月哦，上弦月它几点升起？我讲过哈，上弦月在这个时候，你会在东边看到它升起。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太阳在你头顶，所以上弦月的半颗月亮从东边升起的时候，正好是中午12点。上弦月什么时候在你头顶转到这里的时候，这时候几点？傍晚6点。6点的时候，它上弦月已经在你的头顶了。什么时候落下？转到这里的时候，上弦月在西边落下了，半夜12点。所以很简单来讲，如果你是在前半夜，半夜12点之前，在天空看到的半颗月亮，那个上弦月。安尼知道无？时间来分，时间来分。你看下弦月哦，下弦月阳体升起，转到这里的时候，你从东边看到下弦月升起了，所以多好搞脚吧哈。下弦月就是半夜12点升起，什么时候在头顶？转到这里的时候6点，早上6点，上弦月在头顶，所以你凌晨看到半颗月亮，那个是下弦月。下弦月什么时候落下？转到这边的时候，下弦月落下了，中午12点。啊，中午12点，所以后半夜看到的半颗月亮就是下弦月。你知道这个关系之后，你没有手表，你看月亮的那一个形状跟位置，你还可以像看手表一样的。以前没有手表的人就有这种能力啊，他经常看，他一看就知道现在几点了啊。问题是我们有手表之后，我们的能力就退化了啊，一样啊，跟我们有了 GPS 导航之后，我们看地图的能力，我们认路的能力也退化了啊，是不是啊？真正用导航用久了后，迄个啊，拢会，你无导航拢迷路啊，无导航拢迷路啊。我一早无导航嘛，常常迷路。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台北念师大的时候，我晚上去家教，我家教学生在那个新生北路，我们学校在师大在台大新生南路，过台大就到公馆，就到我们师大。然后我骑摩托车哦，我从新生北路一直骑，我怎么觉得骑了很久？为什么我都看不到新生南路？已经骑很久了。然后我后来一抬头看到建国北路高架桥，
我才发现我起反了。所以那次回去我就买了一个指南针，挂在我的包包上。我迷路没关系，我总不要南北都起反了吧？后来我到新竹去念清华的时候，我那个指南针已经丢了，因为我中间实习1年，就我清华这一条省道，我那时候接的家教是清大在这里，我家教在香山，就是往竹南那一段，所以我每次骑到省道，我就左转进去。结果呢，有一次我时间太早出门，新竹市区在这里，我就跑到市区去晃一晃。结果呢，我过来之后我还是左转哦。然后我那天就觉得我为什么都骑不到香山，然后我一直骑，我忽然看到一个牌子，欢迎莅临竹北市。我回去又买了第2个指南针，挂在包包上。不要南北都搞混了啊！卖了，来，这个月相的变化有问题无？因为会知啊石班多麻烦呢，大概石班考复习考拢减免1节课啊，这个进度都没同步啊，然后他们要拼命的赶课啊。所以呢，咱不免讲伤紧啊。我打算你们下个礼拜去避旅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避旅回来就考试啊，避旅回来剩1堂课，那1堂课我们就是总复习，所以我们在避旅前要把内容全部上完，所以。恁下晡这2班有2节课，较无赶。今仔10班无上到，所以10班我后礼拜1节课爱全部甲上了。第一次段考也发生过这种事啊，第一次段考也发生过这种事。我拄去印尼的迄个遗留科务上数学课，结果我不知道1年级的数学在上什么，所以我就考了他们。我有没有考过你们这个问题？少了1块钱的问题？没有哈。安尼拄好，咱拿来上数学课。今仔时间较长，听好哦，听好哦。对，有奖征答哦。答对人送1根香蕉。不要。你听过，你不要泄底啊！来啊，注意听啊！好啦。为了让那个数字小一点哈，我们里面的钱是美金，这样数字会，你不要说那么便宜啊，有3个人3个人，要去住旅馆，还用查甫呀，所以做伙1间房间就会当啊，唔知1间房间偌济钱啊，这样先30块出来啦。每个人拿10块出来啊，美金呐，你不要说住房间10块，我让数字小一点呐，因为你们数学不太好嘛。3个人凑多少钱呐？30块，对不对？没有问题哦，这个数学没有问题哦。找了1个人去付钱，柜台跟他讲，房间1间25块。所以找他多少钱？5块，对不对？找5块，3个人不能分嘛，分没嘛，他就自作聪明。旁边有那个捐献箱，安尼我把2块落过，存偌济？存3块，是不是1个人正好退1块？没问题哦。好 ，OK。结果另外1个人有问题了。他说我算不对嘞，哪里不对？他说我们每个人出9块，对不对？然后有3个人，加上奉献箱是不是有2块？
多少？为什么少一块？你污了一块。好，我哪有污一块？他说你没有污一块，为什么少一块？然后两个人号打起来了。我之前哦，我前几届的给他们算哦，然后有人想不出来哦，很不甘心哦，回去哦，他就真的拿30个1块的出来，开始在那边分，就说搞不好这样真的找得出来，但他后来还是没找出来。我又没跟他讲答案，他现在起来就很生气，老师，那一块算我拿的，我给你1块，你告诉我答案。好，我要跟你讲的是，我的问题是哈，你不要另外列一个式子，因为应用题就是你计算没有错误，就是式子列错嘛，这计算显然没有错误嘛。那式子列错，你要跟我讲它怎么改，错在哪里，怎么改？你当然可以另外列一个式子跟我凑出30块来，但是你这是走另外一条路。我现在是要考你的，我要问你的是，我这个思路，根据我这个思路列出的这个式子，问题在哪边？你知道问题在哪边，你才知道应该要怎么改嘛，对不？想看卖，你未比伊年遐戆嘛？人家愈啊想起来啊呢？我讲真正的哦，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哦，这个问题比这个还简单。你们可以顺便想一下一个更简单的问题。有没有人听过一个玻璃杯，普通的玻璃杯，圆柱形的，侧面看是圆柱形的哈，它里面装了半杯水。这个玻璃杯没有盖子，没有刻度，没有其他工具，你只能用手去拿它。你如何准确的量出，它就是半杯，它就正好一半。它不是量筒，没有刻度，没有盖子，你要准确的量出。我告诉你，这种答案哦，这个答案是我跟你讲，你绝对不会说啊，这个东西我没学过，是你会说啊，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么简单？我为什么没有想到？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个？有一次我问国一那个属虎的，还穿着那个小学制服来上课哦，当场就答出来了。同一天哦，国一升国二的属虎哦，结果他怎样？他提示完也答出来了，只有国三的啦。提示1、提示2、提示3，老师跟我们讲答案好不好？怎么办？书越念越笨呢。好，这两个想看看，回去作业啊。2阿克。